想開始加密貨幣投資，首先要有可靠嘅交易所戶口。Binance 就係全球最大、最穩陣嘅選擇。而家教你新手點樣登記，去到 Binance 嘅註冊頁面，只需要填寫電郵同密碼就得，好方便。記得最重要一步，註冊時一定要輸入我個推薦碼，咁你就有機會享受到額外高達20%交易手續費折扣，同埋新用戶迎新獎賞，等你投資更抵玩。登記完記得做埋身份認證 KYC， 只要用身份證影張相，上傳就搞掂，等你可以安全入金同交易，超快超簡單。最後，下載 Binance App， 隨時手機即時交易又得，睇市又得，無論你喺邊都可以買賣加密貨幣，新手都冇難度。